乡亲啊，最近网络顶有一个消息，讲有6种的食物冰箱会愈冰愈毒，就是这6项，包括鸡卵、炼果、葱头、巧克力、蒜头，甲这个咖啡豆啊，敢真正安尼咧？事实查核中心甲华视合作，发现这个当中有4大错误，咱做伙来看。 最近新闻不断被转传，说有6大食物在冰箱会越冰越毒。哪些食物呢？包含我手上拿的鸡蛋，以及像是苹果、大蒜、洋葱、巧克力和咖啡豆。消息一传出，让家庭主妇示威恐慌。但是我们发现这当中有4大错误，需要释疑。 每一间的报道指出，若是将洗过的鸡卵放入冰箱，会因为湿淡的关系，让卵壳表面的细菌渗入鸡卵内。冰箱里面其实你就发现它其实是会脱水的，所以水分其实是会被带走，所以它相对的湿度是会把它降低下来的，温度降低。你说它会发霉，你是放了多久了？ 这些水果本身的皮就跟我们皮肤一样，抗水性是很高的。你会放到它已经是脱水了。说实话，你真的放太久了。假如你再放了很久，让它滋生的量是增加了，产生了霉菌了，并不是因为你放冰箱让它产生霉菌，是因为你放太久了。 就咖啡豆，它本身要霉菌的孢子掉在这个咖啡豆上面，然后这个孢子掉上去之后，还要有适合的温度跟湿度，这霉菌才会生长。其实冰箱它都是冷藏温度是7度C， 然后冷冻是-18度C， 所以这个2个温度其实都不是霉菌适合生长的温度。 有可能会裂变，就是可能在你没有马上吃完的时候，那你重复冷藏解冻、冷藏解藏，这样子的时候，它可能会有湿气粘在这个我们巧克力的上面。巧克力的话，其实我们会建议放在低温或室温以下，然后干燥的地方。不过有2项食物确实应该拿出来，那么就是大蒜还有洋葱，它们本身就是用网袋装，方便消费者挂在通风处，因为本身食物水分过高，放在冰箱容易腐败。 大多数食物只要掌握4大原则，保存的时阵尽量爱选择第一用密封的，第2是爱排出空气，第3要食进前爱检查外观，第4保鲜的期限使用完，安尼就袂受到谣言资讯的误导。